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26日，撒母耳記下卷22章32到33節安尼講：耶和華以外，之水是上帝啊！咱的上帝以外，之水是石盤。上帝是我堅固的營座，伊引帶完全的人行伊的路。三甲來祈禱，做阮堅固的營座，引帶阮行你的路的天父，阮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對創世以前就認捌阮、揀選阮、建立阮、引帶阮的全能上帝，宇宙萬物的大主宰。主啊，你的名佇全地遐通意愛，是阮所歡喜敬拜甲尊重的。我要佇每一天的開始，就來學習你至聖至權的大尊名。主啊，你的目睭觀看全地，你監察世間人。你的權能偉大奇妙，你的慈愛永遠佇地。主啊，你以外，之水是上帝啊！阮的上帝以外，之水是石盤。上帝啊，你是阮堅固的營座，你引帶敬畏你的人行你的路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感謝主，咱的上帝是咱堅固的營座，伊要引帶咱行伊的道路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